我们一起站立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的神哦。我们要站立，我们要举步，我们要向上举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先跟所有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很高兴今天见到你。在当中，我们能够在这时候遇见的时候，是上帝给最大的恩典。
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景，你的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要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对其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景，你的选择没有怀疑。我要一次的宣告，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对其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事情继续后，当你从母胎出生的时候，神就喜悦了你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每日的敬拜，在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放下自己，因为我们是愿意献上生命的自己。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自己的为我们自己所有所经历的向神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祷告。所以在这里是要放下自己。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景，你的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对其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对其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对其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一起拍掌，将我们的荣耀
牧师都用细粒寿子党礼拜，请奏乐。特会员请进场，会众请起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任意侍从耶和华，当向他来歌唱，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Senai kota Samika yang mendapat kita puluh katutelo. Kawan saya Cisan to, Senai yang mengkola. 것이 동호의 최로 과일지 장로
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诚心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诸如的名，我们相聚在你的殿中，是的教会，我们一同口唱心和，荣耀颂赞你，因为唯有你配的，我们一同放胆见证你的作为，因为唯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此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摆上感恩的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在万人中进行了你同工，让我有限的人参与有限永远的圣功。全协你的为仆郭杰林牧师续任石门教会，祈愿未来牧师得着上帝的保守，顺服你的话语与作为，喂养羊群，容神一人。愿牧师长子信徒石门教会未来的宣教道路侍奉得着地上加力，恩上加恩，神的祝福信地里属灵生命更加茁壮，教士蒙恩。最后愿所有感恩礼拜和上帝对他的祝福，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上帝。祷告祈求奉靠与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仍然站立，为把个sabihin ng mga singgalan. Masalukan, hari. Masalukan buat jamaah semasa bulan. Anak nabi, baik jamaah ketua di Baksawan. Masalukan dari Yesus Kristus dan Maria. Anak akan semasa di Yesus Kristus berketua pada pangsa na baba sa kamuniman sa kalakanan mo kapel ng Tumas at Maria. Kami menunjuk kulajuan na kasu-kasu nasubong ko asisnapan sa kapatunan, sa patay, sa sasig, sa sasrat. Kasi makatulog, magalaw ka kasiswa mamatay sa sataglabaw. Saka puso na bilang kita yang kaman pada kama asmas surat. Oleh mahasiswa mandan sa pagpapagdiya maka cocok manusiaan kapwa masyarakat. Masyarakat buat para pembacaan bawah. Masyarakat buat juga itu masyarakat para pembacaan. Dan masyarakat. Masyarakat buat mengatakan nuan masyarakat. Masyarakat buat paskan masyarakat. Masyarakat buat mengalut dengan cocokan. Masyarakat memberi dan berpikir. 上面为是那样整个的改变，还有这些循环器。作为室内的嘛都，我要向高山起步，我们请同学还有学习的同器。我的帮助总在天地的耶和华。
Janganlah kemauan kami. Saya isi拍手。好，我是吴德奇秀，现在在现任比赛班级长老。这边我们要请李英勇长老。叫这个高改嘛什么？首先你们这个我们的到诗篇78篇52节至55节上帝的话是这么说：后来他向牧者领出自己的子民，引导他们经过旷野，他带领他们安全，无惊无忧，他们的仇敌却被海水淹没了。他带领他们到他的圣地，到他亲自征服的山，他在他子民面前扛走了义族，把土地分配给以色列的各支族，把异族的疆给了自己的子民。这是神的话。Kainua Timas, Bitika Lima Zayo Asinai, Ijua Puruk Sang Anu Asunaj, Akmasito 50 sa Pusa Kalana, Pace 50 Lima Kalan. Api Cekiri, Kimaju, Maruru Wakuana, Semiu Tuan Sika Takayan, Maju. Sajati Yamaju Baika, Maka, Cararai, Dimaju, Ciuran Yamaju itu nasuliban itu ini na para gagayan. Dakwa maka anyan dimaju linau banga doa sayu dapat dimaju Ciuran Yamaju pasal doa na masam baramaca kajunanan dimaju. Pasal doa kini Sumajua lumifu agado di maju. Di maju diradena majinua sukuana. Ijay kaya tua sika takayan di maju. Sipangapangana kajunanan tua marga suku nua Israel. Sa pangapangannya na umang Nua Maliana Zubuan Tua Shikatakanyan di maju Aichu Gainua Timas. Sebenarnya manusia kacau, tapi sebenarnya modalnya kalau hubungan kebetulan, saya sebelum mencapai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兄弟团契，还有我们的妇女团契。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因为
如果是在5度5关的话，是各位希望马西马的主该英，在我们的新路教会，昂利英牧师，专门来讲到因为你们有教练式的牧养，哎呀，我们来跟着他回去。控制。请后面的同工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控制。Masyado to sa mas isa sa kami sa jari na tutulan na kutsua还是怎样？相距我来到这个石门讲道，好像已经经过了好多年哦。主要有南这三年，说最后一次是因为10年导网，在这里有好像讲到过。那成年那我们在多年，跟大家我们在新路教会，我就没有在这个南台湾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一起同工。就算这么讲嘛，我上路去那我们是在这里那对不对？因为那么讲那是妈妈dia dapat我们的爱和上帝的所感姐妹就是你们好像没有续聘的经验哦。后来梅里牧师说我是第2任哎，这样想起来是蛮困难的哦。妈妈来出来是两岸路，你们经济是可以出来30年了，是吗？Dia wajah itu, dia wajah siapa yang mana pakai cina masuk untuk hari suara sesenganan atau hari saja nanti dan atau hari saja pasal sapi di masa itu kayak atau sesuatu macam macam。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我不想用很冗长了，虽然雷牧师是我的好朋友，我倒是很想用我要先请教这个议长，我可以用长一点的时间讲道吗？因为我跟他有不一样的关系。那什么也是牧师哦。那今天早上我用这段经文教练式的牧养，这个教练这边讲过，普通话讲吧，我给讲到他会发出你讲嘛，那所以我可能会先用国语的哈，所以让我大概就是给相关的时候，哎耍阿姨们是吗？前几天然后我的孩子回到家里，因为他都在花莲当军人。结果我很烦恼，为什么？我跟他讲说，这个现在要做这个 PPT 很困难。他看我已经一整天在那边在看那个电脑，然后一直在做很多的排版。他说：“妈妈，你干嘛那么累，在做这样的一个排版？”
跟他讲说，你不知道我每次要讲到啊，或者是我要出去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在我的 PPT 上面的整理。他就跟我讲说，哎，你真的是很可爱。他跟我讲说，来，给我。我就把东西就交给他，我就把我的文字稿就打到，就让他能够帮我处理。我一直以为这样很好嘞，以后我可以借着他的专长来帮助。可是其实根本就不用他的专长，为什么？他直接用 AI 来帮我排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干嘛？不用2分钟，他就跑出来。确实呢，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这样对我来说，之后我要不用花太长的时间去控制、去制作这个 PPT， 真的很棒，让我非常的惊讶，然后很开心。之后我又把这样的一个软体呢，我又分享给我的同工，我的同工他们也用得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活在这个世代的这个人有的时候因为便捷便利让我们可以省下很多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上的这个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 AI 很好 ，AI 现在是非常的普遍的很自动化的一个机器的，用数据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很多的东西。那还有的牧者跟我讲说，更好的是什么？讲道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 AI 来帮你写一篇讲道篇。哇，我说那这样牧师不是更省事吗？以后我们的讲道篇不用绞尽脑汁，我们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整理、去思考，还要去找那个翻译的书。那这样全部讲起来，那未来我们在做任何的服事这么样的轻松，那之后我们会应该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试想一下，未来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所有教会的这个行政，或者是整个事工，都透过这个 AI 的时候，好像似乎也不太需要团队。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团队服事，团队服事。那如果有 AI 了，我们教会干嘛要有团队服事呢？所以呢，教会现在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AI 没有不好。但是呢，这种科技然后便利性的，很容易冲击到牧者的牧养，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会因为很快速的可以得到解决跟果效，所以在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那个生命的经历的堆叠，好像已经看不到真正的有生命的经历，让我们感觉好像宣教就越来越困难。因为通常我们的宣教是什么？生命什么？领生命嘛。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去了，我们回不去了。为什么？这个便利的生活，如果今天你没有 7-Eleven， 你很痛苦，对不对？会不会很痛苦？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常常利用 7-Eleven？ 有啊，转账买东西，而且它24小时，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你的生活的困难。因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对我们牧者、对我们教会来说，在这么 AI 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牧养？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策略来面对我们的世代跟我们教会所处的情况？今天我借着这段经文，在78篇52节到55节。我想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也一起来同心来想想看，什么叫做教练式的牧养。想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我的朋友梅里牧师，哇，完了，我的朋友一定会好好修理我呀，因为我们很熟悉。说实在，讲到太熟悉，我们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我为了要讲这一篇，其实很早我就开始在思考了，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一直做彼此的勉励跟提醒。那牧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用3点来分享。谢谢。我们有自动的人，很好的，这就是团队服事啊，马上落实，感谢你。有时候还有默契。那第一个不好意思，我那边少打了一个字。要以
教练式的牧养是以什么？以灵性生命的素质为核心。近年来进台湾的这20年来我们会看到各个地方都在举办什么内在医治的特会。在这个特会里面呢，哇，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很期待这个特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重视内在生命的这个伤害。特别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情感上会有很多的伤害。当你的情感受伤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会产生什么？灵性的问题，关系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的人透过这个内在医治的这个特会呢，我们会进到那个氛围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达到一个氛围，达到什么样的氛围呢？释放跟宣泄。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参加这种特会，为什么？当他在这个特会里面得到释放跟收获的时候，怎么样？他会觉得好像什么都已经掏出去了，所以重新再来一个新造的人回到你的教会。可是很奇怪，虽然是如此，当这些人回到教会的时候，他又不定期的又想要出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因为当他回到教会里面，他又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家庭、在工作、生活、信仰里面种种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所以当这些人释放完，收到收获，有好的时候回到现实的情境的时候，他开始跟人有互动，那个整个情绪婚姻亲子关系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那个特会去。这样的一个现象，弟兄姐妹，看起来他们一直有被救赎，有被肯定，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感的存在。可是我们却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一直不断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用特会的方式来让自己得到释放，但是当他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他又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在逃避，透过一个逃避的一个现状，让他先得到释放。今天早上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78篇诗篇这个经文，它除了是在整个诗篇里面119篇是最长的但是呢78篇它也蛮长。你知道119篇我们要读很久才会读完，78篇它一共有72节。在这么长的经节里面，如果大家有去好好的看这段经文，你就可以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它都一直在回溯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历史，特别他回顾这个以色列人，他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离弃上帝。所以虽然是如此，但上帝也一次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上帝给他们的不是只有肉体上的需求，上帝也让他们在灵性的陪伴，对他们的国家的组织，然后提起领袖，为这个以色列人呢，都能够在一个很完整的上帝的眷顾里面，能够建立起不管是信仰、国家，一切都能够走向一个正常化。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慈爱，还有他的恩典。但在整个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他反反复复的背逆、借意思迁的这个态度跟行为。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以色列人他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回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也都是这样子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找一个又一个避难所，所以我说，你为什么会一直在去追求内在医治？是因为我们心灵上没有充分得到真正灵性上的陪伴，你在灵性上的生命的素质没有把它建立起来，我们就会一直找一个又一个的避难所。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信主很久，但是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里面，你看不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这样的牧养
的方式，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教练的一个方式来观察我们的信徒。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陪伴羊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透过教练的眼光来看见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羊群有没有在这个世代里面违背圣经的教导跟真理。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我们教练式的方式来建立一个美善的态度，能够也影响我们的羊群。所以牧者在灵性上生命的一个塑造呢，他就是在培养我们的信徒能够上帝的灵能够跟我们信徒的灵性也能够有一个连结跟结合，让上帝他自己的生命气息真正可以达到你的羊群的生命的一个被提供跟被成长。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和葡萄树一定要紧紧的连结，我们才可以怎么样结出丰盛的果子。”最近牧师在读一本书，叫做《教练的心》。这本书很特别，对于我念这个教牧諮商的人，有一点颠覆对于我在念一些諮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成跟学习。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有提到，一个牧者要成为一个教练，为什么？因为这个教练呢，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核心价值，一个教练的核心价值，然后带领你自己的羊群进入到那个核心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教导你自己的羊群，让他自己找到方法，找到问题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其实在我们諮商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在教的就是什么？同理心、聆听、陪伴。确实没错，当一个牧者成为一个教练的时候，我们得花很多时间在聆听我们的羊群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透过各样不同的方式去同理、去接纳这一个人。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用3个很不一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他特别提到，成为一个教练式的一个牧者，要来培养我们的羊群要有灵性生命的素质。第一个，你要学会建立关系。我想，关系是牧者和信徒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52节的时候，他说他向牧者领出自己的子民，引领他们经过旷野。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然后再回到我们现在牧羊的景象，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带他们经过旷野，弟兄姐妹，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牧羊，我们不也是常常要带着我们的羊群，从旷野当中怎么样来建立他们生活，来建立他们有一个美好有丰盛的生命。这也是在告诉我们，成为一个牧者，我们在牧养的当中，我们必须常常透过关系来引领我们的羊群回到上帝的呼召。特别我们带领这些羊群回到上帝的呼召里面，是因为要让这些羊群能够认同上帝对他们生命的一个认同跟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切不是 AI 可以帮你解决的，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带领，这是一个圣灵的同在。若没有圣灵，若没有陪伴，若没有牧者用生命来浇灌这一切，这一切是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说 AI 很方便，但是它却不能做有温度、有热度的事工。同时，它也告诉我们，你要常常以当事人为中心。这个以当事人为中心，其实这个就是在罗杰斯他有一个心理学的理论，为个人为人本主义的一个理论。确实，但是他在这一本书里面，他讲的却不是这个。以当事人为中心，它主要的就是当教会在从事各样的一个事工的时候，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教练，要提醒我们要学习放下框架。确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很多教会的事工，我们会框架我们自己，我们会框架我们自己的什么
恩赐，我们会害怕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学习，去依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带领教会的发展。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局限我们的这个宣教的策略、宣教的方向。特别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要适时的成为一个教练，要适时的要适才去认识你的羊群，他的属灵恩赐在哪里，然后放手把责任交给他们。因为透过这些放手交给责任给他们的时候，上帝自然而然就会给予他们属灵恩赐的装备，也让他们借由这样的一个装备跟服事，能够建立起一个灵性塑造、灵命成长。第三个，他也在这本书里面有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教练，成为一个培育灵性生命素质的一个教练，要学会做目标导向。这是一个要设定很清楚的目标，你要到哪里去，你要用什么方法到达你的目的地，这个都必须要跟你的信徒、跟你的羊群一起去探索新的洞见，还要学会做多样的形式，在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之后，你们才有一个好的行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教练式的牧羊，它不是只有在灵性上的光环，它还必须要逐渐的在实况中运用，而且还要做出行动，才能够达到真正上帝达到我们上帝的话语跟上帝愿意介入圣灵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做每一个生命的环节跟理解。这样的教练式的牧养，不仅是让我们的生命的素质被提升，更重要的是，在信徒的丰盛的生命里面，他们就不会一再的逃避，一再的找避难所，去不敢面对他们的问题，逃避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会回到他自己生命的缺憾，他生命的缺点，重新在那里来领受上帝的教导跟带领，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丰盛生命。我们才会说，这个人才有上帝的见证。第二个，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信心为教练的一个行动。信心很重要。我们的老师在台湾很知名的一个心理学的博士，已经过世了他叫戴俊朗牧师。他曾经在课堂上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牧者，你的第一个关键的是，你就是要对人发生兴趣。当你对这个人发生兴趣的时候，你才能够舍命，为羊舍命来牧养。想到这里，哇，确实要为一个人牺牲奉献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要无比大的什么无私啊！你要把你自己完全的拿掉。说实在，弟兄姐妹，这种信心我们常常得经历。对于牧者来说，我们也可能常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难处跟难过。我想我跟梅林牧师在牧会的经历很差不多，因为我们在牧养上都曾经一直在经历，在生活、在家庭、在教会服事的困境。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在牧养跟现实的情况当中，它不只是考验我们这份呼召，是不是我要持续继续来成为上帝的仆人，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或者是我应该离开，先把自己做好了，把家庭用好了，把生活用好了，我再往前，再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其实我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很感谢上帝，当我们在有这样裹足不前、无法往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上帝就透过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经历，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服事
用这样的方式来成为我们服事的养分。所以虽然有软弱，但是呢，因为上帝不断从软弱的当中去堆叠上帝圣灵的陪伴，上帝也不断在恩典当中的赏赐，所以我们就逐步的可以迈出信心的脚步，一再来不断的修正我们自己，调整我们自己在服事的生命里面。我想你这样的生命经历，这也就是信徒羊群所看到的一个什么信仰典范的转变。如果你经历这样，你的羊群绝对是看见你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他也会透过你的信仰经历，成为他们的一个典范，转移到他们对待他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当中，生命的困境的时候，也可以如同你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信心就是一个教练最大的行动跟勇气。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的生命经历，更能够细心的去体察信徒的生命，你也可以细心的去体察信徒的情况，让你的羊群有动力来探索上帝的奥秘，让他们的生命视角更能够开阔。更重要的是，你会培育愿意委身奉献的基督徒的一批。最后，好不容易快结束了。那第三个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教练式的一个牧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立约，启动感恩的时光。今天早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拯救、审判，还有牧养。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的过程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他们就不能够像今天早上的最后的那段经文说，上帝要怎么样，要令他们那种上帝要量给他们为业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虽然有很多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特别以色列人，他们反反复复这样的一个对上帝的信靠，但是上帝到最后还是愿意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从旷野当中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最后带他们到上帝的这个圣地的边界。这个圣地的边界，也就是重新再造你自己，重新再造一个生命。当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生命的挑战、生命的困难、软弱、挫折之后，我们必须要有，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的怜悯在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愿意谦卑的、委身的来领受上帝的带领。是，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师门教会要选梅岭当你们的牧师，应该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他起初在这里被聘的时候，你们有很多的期待，你们有很多的想要，你们也一定透过了很久的祷告，所以你们聘他。到今天4年之后，你们再一次选了梅岭当你们的牧师来续聘。我想你们也用了蛮长的时间去祷告，也盼望上帝能够赐给你们一个完美的一个牧者。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牧师是怎么样，10全10美，18般武艺。所以在这个聘牧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嘛，有一个结论，我们到底要让他留下还是不要？常常会有很多的矛盾跟挑战。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牧师没有做到像别人的牧师一样，他可以很有恩赐，很会讲道，还很善于与人建立关系，甚至于他面面俱到。但可能你们都失望了，因为梅里牧师可能没有你们如期想要的。我同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你们也要确信，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牧者。每一个牧者就如同你们一样，
甚至于有时候我们都更软弱。但我们应该时刻的回想，当初你们选择我们的牧者，来带领你们来到来带领你们在上帝的国里面，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一起为上帝的事工来拼命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常常会忘记，过了4年之后，我们开始想，我到底还要不要再留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常忘记，牧者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所以我们会说是我选你的。但是在选牧者的其中，你们有没有透过祷告？应该有嘛但一路里不等不是，一路里无，你就来摆去路等你嘛。我们不敢承认牧师能够站在讲台，能够成为你们的牧者，这是上帝给你们的，是透过圣灵的感动跟圣灵的牵引来完成你们的计划，你们的想要。我想双方的关系都必须要彼此付出劳力。如果我们没有彼此付出，有的时候这个关系会很尴尬，甚至也会破裂，是因为我们不想互相负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重新立约。前个日子80万第二次之前还有2次。我们公大家那马的那我也那个的比例的，给那三天啊，就是大事。就是我们2次嘛，奥利不是是那种嘛。当我们在立约的时候，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在立约，同时透过立约，上帝要让我们清楚，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还有我们是跟上帝立约。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立约当中，我们有我们的角色，有我们被呼召的职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论如何，我们的牧者也许很多的不容易。但我们应该要用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献上，用感恩的心接纳他的恩赐、他的性格、他的背景、他的配偶跟他的家人。也许这一切都没有你们想要，也都没有在你的标准下，但你们还是要仍然感恩。在没有盼望的当中，还是要有盼望。弟兄姐妹，牧者也要。当然，我的朋友梅里，你也要为我们石门的弟兄姐妹们常常感恩。虽然你们常常会有不同调，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但我们应该要敬重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羊群。羊群，你们也要敬重上帝给你们的牧者。我们用尽心尽力，以同理心祈求上帝能够指引我们，给我们智慧。互相作帮。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发生问题，多半就是同工的问题、人事的问题。教会跟信徒的领袖之间如果不和，我们就知道教会就会成什么党派的对立，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结一派两派。如果我们牧者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跟我们的信徒建立好一个美好的关系，终究我们可能会因为彼此的不愿意接纳，我们就会发生很多不和，发生很多争吵。今天早上，我们看见我们的梅里牧师重新在这里立约，我也很荣幸能够从我成为一个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样的一个续聘的时候，来跟他一同勉励分享上帝的话。其实那一天他跟我讲说，我续聘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报告到正会，他就跟我说：“你讲道。”其实那时候我都跟他说：“不可能，不是我讲道。”那到中会之后，我们的议长说：“你讲道。”我就说：“这个宣告很不好，怎么可以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交给我？”但感谢主，
因为续聘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4年，也就是在回顾你在这里服侍的一个成绩单。我想没有一个牧者是没有功劳的啦，一定也有苦劳。我相信他也很尽心尽力的在表现，但在这里我恳求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全力为牧者祷告？是他接下去的4年的一个续聘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牧者怎么祷告？求主给他一个胆量的口才，能够宣讲上帝的话。求主给他遇到一个为主工作的机会。求主让他的家庭蒙恩和谐，让他无后顾之。求主保守他，不要受撒旦的攻击，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们的教会若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托住你们的牧者，用每日来为你们的牧者祷告，接着从祷告当中的彼此服侍，来帮助你们的牧者，跟你们的牧者一起合作。我相信你们的牧者在他的侍奉当中，定也会很喜乐的，能够得到上帝给他每天的力量，也会很喜乐的来领受他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或许在牧养当中会有很多的担子，但也因为你们的祷告，他会轻省他的担子。这也是对我们成为一个牧者最好的一个鼓励。我的好同工梅玲，作为最后我要勉励我的同工，这是一个很自私的勉励。作为教会的领导人，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个责任，我们要彼此学习，做一个教练的牧羊人。或许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足，但我们更应该学习多元的专业领域、技术，来应用在牧羊光顾，我们才能够提供我们的羊群更多的支持跟安慰。愿上帝借着圣灵指引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牧者，一同努力福音的合唱。我们一起来祷告。Terima kasih, Jami Bapa. Masalah nama masih lusun dua tu soal zaman-zaman. Isai soal nama itu soal yang kita terjadi. Maka dua suduru. Tuanya selangan nama sana itu susah seorang nasi menjadi nama. Isai susah kini, isai susah ingat suku jangan. Tuai muda mana masuk semasa semua kai soal soal yang bukan di masa itu bukan. Mana sih masih tuanya seniuran. Pemisalajan, api nak pisuran. Orang sini kasasa. Ama pupiso mabuzanga itu asaruan namanya. Semasa tu soal zaman-zaman namanya. Udah namanya tu suai tu susini turu kecamaman. Udah nama kaya namanya tu itu gua cocok. Nak masuk tori nama kaya anama ini baliba. Arma inuri anama mabasa aji. Avaru ma iman. Atsmayo tu itu yang inatikan. Mana makanya nama batsul. Tua ai tua susini, babai jamaman tua suturu torinya ini jalan di masa itu kayu jamusu. Anama patsul hanya akasi, anama ya tua susah dengan jamaman. 我们一生当中都要用心跟学你样式。Asuai suturu, udah nama sebenarnya tak terlihat di masa itu kayu. Ori tumuluturo, ori pakuliang jamaman apararau. Inuri atau sumadan Yesus Kristus. Amin. 现在不多了，就应该呀，那个回应上帝的话，要有长老指示同工，要赞美。跟着我们弄出众，先来这里。我发现你们习惯找1000人，他发现那个从村庄加到1000人。
ada bicu masih修改然后下第启瑞的故事的1章誓约그래서 mentor Siti sengaja kita sebagai korban juga sesuatu bicu. Dan ketika memperdatang jaringan, itu di pasien tua nasang kapuda-pudan, noa Taiwan kirto cerok yogai. Mindir tay suada Rusia di cendas, to kuri masang buksi noa dogai. Ima saya siki mo yogai. Pasabri itu asini paparangas noa marerai na masang parangat sa sinsinan. Mga sikat isu na uri ringgit na buksi. Katua malha sinjai siki mo yogai. Uri kiksismoni te ayaw to atsmas. Katua malha danadan ana madabadaba di mazak. Saga aitsua masusangas mama na aitsua kirsis no jarosi. Shiberi mushi chali. Aitsua di sena di sendas. Uri kemau kau sentua namasang pajangan. Sesnya namasang boksi. Agi sena kemana masaruan. To semua sana kemau. Papusengan teksu. Uy, masaruan. Kemana masaruan sentu. Sisiwa te sana sa shirikitses. Katua kamawan na shirikitses. Tua kai noa semas, to mama na kai kan na apuru noa so saruan, katua so sensengan. Uy, masaruan. Yesu Kristo mana apuru noa kiogai. Kamatikan imado, manairai noa kiogai. Kama pacara sensengan na kiogai. Nakuya no ini ka di paparangas tayo amado. Agi kusensengan. Agi sunma masyirman. Maya tutsua pasusu. Uy, masyirman pasusu. Masyirman sunma moko tua dinawi. Pangan mga kaiman Kristo siro gyokai. Kagasabi mo amalka singkaulan. Kagasabi mo ang siya. Katua kagasabi mo ang kaiban Kristo siro gyokai. Uy. Masyirman sun. Masalboksi to ang ising timong gawagay. Masalang sun to karongay sunmat semas. Saso penaskan. Pakulan. Tua so bitsur. Temaut sikar. Tua na penakalwan wa kai. Papuliku tua semas. Tua so kinay katawanan. Kisah mulia. Papumamaan tua kyokai ni mado. Sunma na masyirmana maya tutsua pasusu. Uy, masih gimana anak pasusu? Siro kyokai rinjil na bitua na masamparan sa kai no asmas. No taibini no kaki isua. Sinta sariman tua kimbo. Kyokai. Tua so sarwan. Tua so shintawachikran. Tua so shigudan. Sunma na masyirman. Palain tua papapunit. Masih tua bintang. Kakudan. Tua kimbo. Noa kaiban Kristo siro kyokai. Uy. 因为那个新家一个什么的新有感，所以是呢教会的会友请加力。
Ay sorry, kita palindakan tua siokai. Ore papalingawakan tua maraka sinja itua sinjimong lokai. So makana si papujikan to ore sibawanan ipagaw-gaw kinses tua no sawan. Manasigaw ore kasanmun ma kinses. Ay suwa imon tumana masarampon sa no ipasmaraw to ang malalayang ni Yeso Kristo to maban ma kalayan no akyo kay ay so no kiniawngan ati sundas to ori masan no buksi ulangon ma nagmasibaro Kiliba kaya mado, Bahalay kaya mado, Pusana kaya mado, Kinarain kaya mado, Samo ka inurinurian kaya mado, Miling tua siskan kaya mado, Pagirasa tua binalabakan at smas, Sano ba rado-radoki, Kinasalingan, tua sikamado kaya mado, tua shika pukitsran, kipapura tua inuri, katua gindo, kituarong tua kamanguan wa keokay, akimunna na masirman, mayatus wa pasusu. No kumashito atuko at sumasa shituro-turo limado, papabitsor janumon, papalingaw janumon, papirasa janumon, saka kinarain tua kimpun wa keokay, tua shiki susganan keokay, akimun na masirban, mitatuan na gumaugaw, sano kiparay, padara si resident tua kana si kudananga keokay, no mamawa iswa, na silubuya tua susgan, dara pasmaraw tua siogay, na kuya pastaya, pulingalingan, manangano mainang ngadan wa kiogay, akimun na masirban na mayatutwa pasusu. Ay sorry, pasmarabakan, ya 宣告，请所有会众站立，这段往后看。所有的会众请站立。Uri pagkatua madanakan ni Yeso Kristo, katua si papukinri mga kaiba Kristo choro kiogay, gamaugaw at nusun natin sandas, to masang buksi, tua isingki mong dogay. Uri kanumazakan, pasmaraw tua marga sinja, na madabadabad, ay tua sinsen wa boksi, katua kingri, sinigiran tua bingkan, kakudan, katua kimpun wa kaiba Kristo choro kiogay, bagawgaw tua nusun, saka tumaragsun, tusa sinsen wa boksi, so kinirarangan magka iyo itwa kiyongkay no smas pakuna tua so bitsor pabirazag tua pinalawakan no smas sa so kana ipaparingaw tua sikudan katua so si turo-turo kana kibarsag tua mararaw tua pagaraiso ayatwa no mayatuso mana isuna mapasting atwa marka na kinanga tua so tao sigal会众请坐。我们说上会第四个我们自就任时，我们请我们的郭梅林师。第三
Sama-sama-san, mga doja kamas-mas。在台下，我一直在掉眼泪，希望我可以把眼泪先流完，上台的时候就不要再流眼泪。但谁知道呢？我首先就是感谢神，是上帝的爱，伊玛姆斯马斯。4年前，因为他也在这里，你会看到那个中间柱子上面，那个当时布置的我们的秋叶老师还在到今天4年。马上伊玛姆马在那里都是。那因为神的爱我，继续在这里。我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中会议长徐瑞牧师，在那妈祖的一串中会，朝会的一串是看，那他们都是有牧养教会，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蓄力事工，他们就放下他们所牧养的教会，来到这个南台湾，离他们很遥远的。这个地方，劳心劳力劳神，愿上帝祝福我们的中会，包括我们今天的司会孙子光牧师，我们的讲道者，还一直说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牧师，还有我们的总干事。马勒马大卫在这里，总干事都其实在续订的很多的细节，总干事的牧师协助我很多，特别在一些需要的文书档案，非常谢谢总干事，谢谢我们的祷告者，我们的环境，然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谢谢你们。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很害怕打扰，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其实都是默默的，我也没有在我们的国家群组偷，主要是因为公公突然身体嘛，就是在3年，所以住院了一段时间。他就是这个礼拜3才出院，好像似乎也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其实真的很希望公公可以在家好好休息。的话，我知道他很爱我，他一定要支持，他一定要到。妈妈，谢谢你。然后我今天看到西藏很多的家人亲友。没有想到你们会有我6颗心。但是你们还是来了，我的小叔一家人，还有我的表姑妈顾老师，小姑妈就是徐正宗的传道的母亲。准备徐正宗传道准备要来和悦教会的也有可能在那边这里服务我期待好消息。还有他的姐姐，这个还是代表，他们的代表，还有我的大表哥，还有表嫂。还有我娘家的人在哪里呀？我的娘家人全，因为我进来教会以前我还没有看到他们。
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很爱迟到。谢谢我的家人，还有我非常谢谢私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只有在前天开始狂投讯息，但我不晓得有没有效应，但我觉得有，感谢神。我在群组这样说。感谢主恩本会于2024年7月14日礼拜日上午9点到11点要进行续聘受职感恩礼拜，欢迎主内家人们一同参加这场受职感恩盛会。然后有一个重点，续聘感恩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誓约。因此，牧师和本教会信徒要一起来立约，面对上帝，回应上帝拣选的爱。其实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话，是我在上网，在参与一些续聘感恩礼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牧师写了关于续聘感恩礼拜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牧师的话。当时我看到我很安慰，所以我才有点感动说，我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续聘感恩礼拜，我们是要来一起立约。就像我们讲到过，就是我们是重新一起立约。谢谢你们，我可以继续在这里。所以，立约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是刚讲的面对上帝、回应上帝拣选。因此，我在接纳一个家厉害，我是在接纳他们的惯，常常把他们爱的，我们用最敬虔、最谦卑的态度。那其实前2天我只有写到这里，然后是今天早上我特别加了这3句3段话，因为爱我继续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愿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美的祝福，因为我们是要一起在耶稣里同奔天路。感谢众子体给予牧家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祈愿上帝祝福每一位都能够蒙受极大的恩惠，感恩有你来见证与祝福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感谢主。秋香，你在哪里？他的妹妹有没有来？有吗？好。你知道秋香的妹妹今天第一次来教会是吗？哈利路亚！今天晚上秋香姐妹特别打电话给我，就是我妹妹说愿意跟我一起到教会。我只能说，我何等何能！我常常觉得我很受上帝的恩宠。2、3月，我们跟小慧在讨论续聘的时候，我们的小慧很严谨，也对牧师问了很多。牧师在未来如果继续的时候有什么目标？我很清楚说，我们教会是要跟社区结合。请问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走出社区呢？第一个，当我来到10年之后，我发现，是我不知道其他教会了，但我发现在石门教会的时候，每次一般部落的那
个非信主的这个部落人有人过世，我发现教会都会去送白包，所以过去就是会送白包，但是这些商家可能都默默的，可能只是看过名字而已，欧斯门教会，但是是去年吗？还是2年前？前年，上帝给我不一样的看见。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有给白包而已。我跟小慧讨论，我们可不可以到这些非信徒的家里，利用1个晚上的时间，他们若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就去那里祷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本来我们你就让马拉修鲁嘛，害怕是说害怕被拒绝，也害怕说会不会我们太多事了。可是请问有我们社区部落的人有人拒绝我们吗？没有，他们都很感恩。所以这是跟社区结合。我们本来停留只是给白包，但我们的人也跟他们打关系。这就是牧师的期待。我们的小会非常喜欢，马鲁班这叫小会，马卡蒂亚，这是亮的一场牧师的意向。另外，就在今年，就是我刚刚讲的，当长老也是在问牧师说你的目标，你对我们教会的想法一样，就是要跟社区结合。但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做，就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就说上帝是很恩宠我，就突然透过刘教官，我们跟中华青少年牧羊人关怀协会结合了，他们就主动的要把资源要来帮助我们，要在我们这边设立他们的办事处，然后我们要开始关怀这个青少年的事工。我们已经在上个月连续4次的受训，我们是要在9月开课，而这个课程以亚米来你讲，哎呀，不是只有我们教会的孩子，我们更是乐意把社区的青年孩子带到教会，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真正期待。还有，就在这个礼拜，我们刚刚完成一个很不可能的任务——儿童夏令营。我们的主日学过去一直要办，但是而且太多事工或者是因为我们来参加信息都是上班族，你真的要让他们放下3天的时间要跟公司请假，真的不容易。所以一直没有成型，但是就在这个礼拜很奇妙的，这个讯息是在2个礼拜以前才来告诉我，然后我也很傻愣，我说我要聘幕好多事情要做，然后我又要去那个小提琴音乐发表会，好忙哦，怎么那个，但是。我就好把点信心，刚刚的信心里面说信心有时候这个信心就是在你真的是你还不知道对不对的时候。其实后来我在跟这个对方的一个老师在跟他说，其实这个课程这个夏令营本来是不容易的哦，因为这个计划书。除非是牧师要去参加那个训练会，他们才愿意把这个资源给你们这样。但是他们一直祷告，然后一直 cover 很多，结果通过了，然后就成型。可是呢，我们教会这边又有一个挑战，这些主日学家也开始在那边做很多的作业，我们的校长开始在 hold， 在发很多这个事情。感谢主，我们社区的家长都很乐意把孩子
放在我们这边。那其实这个儿童夏令营的资源是来义乡跟我们师门，那来义乡接20个人，结果我们的营会从20几个一直到30个，这就是跟社区结合。我就说上帝很恩宠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神就会给我们资源，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要继续这个立约里面，我们就是继续往前。牧师也不在这里多说那么多，未来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就是一起在神的这个道路上，神托付我们什么，我们就是来尽心的做。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彼此生命中有最美的祝福。相信还有一些话我想说，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因为牧师没有预备文稿。刚刚那个讲道者本来要打我的头，你怎么没有准备？是真的很棒。感谢主，我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一切感恩荣耀，归给神。最后，待会我的女儿，我这个头饰到底怎么了？哦，这样子，然后这个头跑上面了，啊，没关系。那么，第二个，我的女儿要唱一首《我尊荣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最大的就是尊荣神。无论我在软弱，无论我在刚强，我的生命就从这里神。好的，谢谢中文公公，谢谢我们小会同志弟兄姐妹，还有最可爱的中间弹琴，谢谢你，我的小朋友。在这里很多。可能第一次看到牧师的，谢谢你们，谢谢。到这里进入那个比哀的服务，我先介绍牧师的娘家好不好？牧师的娘家，来那个村长，来泰舞的，大家听那个嘛是泰舞的嘛，大家什么高分？大家有，来给他们掌声，那个妈妈。Ada tindaruan no cho takok siya kumasinalay abda hayo kawan ho pagkasalo timula kumasi utangkan kapada ay kasaban Saudari kita balik ke Chokai atau Tongkan jadi juga oleh Sinai oleh Marba atau Amanah tadi nak terkenal menjadi Tongkan. 好，今天我们的第60届的一场我们的论坛牧师今天讲到的牧师思慧平的牧师。Sila-sila dito ada di sembilan sebuksi，所有我们世人教会的教会感知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过来的平安。Marbat itu bersama kau kita berteman semas ini sedang jadi 时间真的很快，好4年一晃就过去。其实对我来说，不单单是4年我刚刚在算一下，民国78年我来这里到现在已经过了35年。我从那个年轻的小姐到现在已经是阿嬷了所以真的我一直搜寻从台上一直往下搜寻。Iba-iba na po很熟悉的脸孔sa uway kaubarong dagang pinasaribatan 35年前78、79年这个阶段，我们一起在这里牧养不容易。我想每一个牧者，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哪一个地方，都有他的难处。
毕竟来说因为刚刚路可以慢呢，早早有的啦，有的童工他不是在地人，他可能甚至是要重新适应这里的文化，这里的节奏mungkin kita bangsa masa lalu ini yang ada dalam menang masa berusia kau ini itu akibat masa kami yang kita masa lalu kita luar semasa kasi sang kita anti no madendo iya akibat ya tapusi itu waktu tu ramai orang kiasa sedia luar semasa ramai itu sudah tak kita betul-betul 坦白说，在我们的中会有一个组织和一个小组的工作，叫做牧关小组。来说牧关小组，你就可以大家嘛，大家都在忙，大家把它公共了修改，特别是孕妇的时候，或是在蓄孕的时候，我们最害怕就是出动那个牧关小组。因为一旦出动牧关小组，表示呢，我们的教会的蓄孕有状况，有一些问题需要中会来介入、来协调、来关怀。那actually都说参与的第那么内华要为做的呀，他们都让去哪样来吗？已经到了7月，没有出动牧关小组表示。我们的教会都是很稳定、很持续的在进步。sama na kami tua mga tua da 教会可能在县民马中会sana makita na ito ka chungkaya madalo yuli ko na sari na to kasusga sa kayo so ada kaya mata kinatutulan. Looking naman kaya nga po ini ka ay so mga madalo yuli puro mo yan kasauli. 大部分的童工，我们大部分在一个地方的第一任，会非常辛苦，是因为我们都在彼此认识吧。有很多前面的牧师他所建立的习惯，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的风气氛围，不一定我这个牧师的习惯。所以可能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调整那个上一届的整个教会的生态。如果节奏太快，有的时候信徒会不适应；如果节奏很慢，又会感觉不出那个改变。所以很多时候在第一任的这个牧会的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为难。对一个牧者来讲，会有很多的为难。我们会不知道应该是要那个速度要多快去改变它。那我们做教会的，我们也会很期待说，将能够焕然一新新的牧者有一个完全全新的作风，然后我们就很快进入到那个我们期待的那个样貌。可是真的不给他上力，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第一任当中互相来磨合，磨合得了就会有续聘。磨合不了就会有牧关小组，那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出动牧关小组，然后我们就顺利的在这里呢来办这个训练。那刚刚美玲在谈到社区工作的一环，也表示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知道要做很多的施工，可是无从介入。那无从介入，包括我们对部落的认识，对社区的认识对我们教会资源的盘点，我们都可能还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现在慢慢开始有了，对吧？所以第二任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将要引起一场属灵的风暴，是好的风暴是往正向的风暴，我们是这样期待。那特别刚刚透过利牧师从他非常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勉励对我们的牧师还有对我们的会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大部分是对牧师的一个勉励的提醒。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新导期的人话的牧师说今天的嘛对不对？嘛后来特别是对我们牧者有很多的提醒。那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教练，一个教练式的牧养，他也需要很棒的助教，对吧？所以张老师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功能就是一个助教嘛。我们要随时在侧的陪伴我们的教练，来带领我们所有的球员我们所有的选手，我们都在跑步嘛我们可以干嘛不了？我们都是基督的选手，我们在跑到哪里去？你要去哪里？到上帝的国
国度吧。我们都在跑步，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手，我们都在迎接要奔向那个同奔天路嘛。我们都是谈到在我们的属灵的面前，我们正在同奔天路，我们需要一个教练来带领我们，同时我们也长老执事，我们扮演那个助教来带领我们所有的会友一起来同奔天路。不要让我们的教练孤单嘛，让他觉得他有时候可以喘息，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放手，让我们的长子一起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非常棒的一个对我们的牧者，对我们所有的信徒一个很棒的提醒。那站在周围的角度，我们也期待我们未来，因为我们是不任期，我们期待未来我们的社区工作也好，我们内部的属灵的影响也好，是越来越值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典范。其实保育大家在这里嘛，就西一梦啊，给我改为我们在这个牡丹乡，是一个行政这个算是牡丹乡的行政区啦，首都为的有冇这样的什么那个影响力？所以呢，我们的教会也要成为牡丹乡，甚至是恒春半岛的典范。其实从以前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才。你看最近我们刚刚看到，我蛮感动，因为我们也常常跑南部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长子算年轻的，都或者过去我们的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为长老执事。那甚至我刚看到那个秋金秋志已经成为兄弟事工部的部员，那表示我们跟中会的连结也开始有很多的事工上的连结。我们期待我们诗人教会也可以带领恒春半岛的这种属灵的氛围，然后带领我们的众教会能够继续的向前迈进。我们有这样的期待，我们也做这样的祝福。那因为今天我的角色是做助词，那不免我要从圣经里面来祝福我们的牧师，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想要对教会说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的3章9节，这个经文说：“我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我想这个复述不单单指耶利牧师，包括我们的长老执事。上帝会把他的灵、他的聪明、他的谋略，赐给我们的牧师，也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教会。那我要对梅林牧师说，以赛亚书11章的第2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你身上，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愿这样上帝百般的恩赐跟智慧，在我们的牧师，在我们的长老，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教会能够大放兴旺。我们指日可待，我们面前祝福安利的撒人。Extraordinary pagkakosna yang wakisna ko iso dengan tujuan bersama-sama sansi 我们的收银周期的大部分啊。
娱乐，这是我教的哈。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洗衣曲。哦，第二任，很快第二任，第二任的洗衣曲。上帝给他很清晰的声音。把那个整个期末的时候，给我一个很顺服的孩子，他们这2个礼拜都在协助一些教会的事工，所以谢谢主，让他们可以学习，可以参与，然后这个时候就我弹起语言来唱。我的相配的一切尊荣。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的伤悲的一切吞没，我的伤悲的一切吞没。现在跟安国，这个是安国，哇，那是你们除了满意，真的，牧师团体也要唱歌，还有我的真心表示在这哪里？好，这里打完丢该呀，马上我们那我们请我们盖章了，林一台上。我每次在台前都比较容易紧张，我有带学我怕我要感谢会忘记，所以我做了一些祈祷这样哦。那在这里，还有我们的公牧师、郭美丽牧师，还有我们的长子同工，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就在这里哈，就代表我们的石门教会来做一个表示感谢之意哈。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感谢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上帝哈。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这里是为了我们在说美林牧师的生日的这个感恩礼拜哈，受洗的感恩礼拜。那当然在中间可能就像我们很多我们的牧师讲这个我们中间会有一些的一些阻挠，或者是一些的困难，但是因为圣灵的带领然后上帝的恩典跟带领后，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协商共识之后，小会呢就一致的说好，我们继续要把这个牧师来好好留下来，继续我们的教会，然后做一起为我们的神的教会有更多的不管是不是在未来的福音啊、信仰，我们一起的往前走。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感谢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美好的时刻哦。那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哦，真的石门真的很远。然后今天早上听他们在讲说，我们一大早就来了这样。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了今天这个我们的那个受子的感恩礼拜哦，能够这样的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么美好的祝福，为了后面的牧师，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东北牧师牧者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也要献上感恩。那第三个我们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牧师的那个国家跟就是他讲其实对他们非常的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长老，虽然我们年纪也不是很年轻，但是我们都是还在学习，其实我们都是很比较之前一点的长老哦，所以有一些我们都是不懂，在一些信仰上，或者是在一些还是算是比较经历还没有很丰富的，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很收到，但是谢谢这些牧师的家人哦，他们的包容跟体谅，尤其是牧师哦，像他常常为了奔波，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家庭，做是为了教会的工作，但是有时候牧师就常常就牺牲了他自己的家庭，就是为了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反思，就是可能要继续努力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家人，
牧师不管是杨家或者是头家，谢谢你们的包容跟体谅，我们的软弱跟不足，你们都这样子来体谅我们对你们感到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是就还在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付出，能够来让我们继续在未来就是要有更多的成长跟部分。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的到来，也辛苦你们了，真的非常的感谢。那接下来我也是再次要来感谢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不管是我们为了这个受子的这个感恩礼拜，我们是每个晚上都坚持，我们不断的练歌，为了练歌就是要为了在今天，为了要把更好、更完美，因为我们太爱我们的牧师了，我们也太重视他了，我们要把这美好的歌声。要在这个会场里面也是要荣耀神的，所以呢，也谢谢这些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不管是团契啊，或者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所读书的，还有甚至我们在行政作业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布置啦、服饰上面有的尽心尽力，也谢谢你们，也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摆上的一切。不管如何，我们就是要感谢神，感谢大家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摆上，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谢谢你，我的这些词就到这里，谢谢。Asalin na pagwagaw. Tayo ito tayo pagwagaw ni Panuso Chinghuang ang Seneto tambah disreso sa pagwagaw ng Tuhan. Tinggi. Seneto Sasarasan, 军衔。
terima kasih mas yang kalian hati siwa Yesus Kristus. Masa lo marwam kita suruh isna chanamen. Ita sonya jika nakadaw na masal pangawat. Kemudian suntuk sonya tutulan. Semampa kapangawat sa mintua masanya buksit di komeri musuh tuwinya susukuin na cuma jas masai jam niskimo. Masalah cuma sa sunya ni posisinan. Masalah tu na masal nisuna pinso na masal nisuna isnai. Tusanya natutulan ta sonya jika kadaw ay mapangatansu. Masalah sucinya ka makasusa sekolah. So pinalabakan ta so pinso ta so isnai na so liba ta dumalo. Sa namaya libat seperti mali na masal nisuna na pinso ta pina isang isnai pakamas. Namaya tu si masal na pagaw-gaw to niya kinatsamatsaman niya bagong niya kingking. Masalah tu so ginagaw sa suway na nga ta masusunod sila na pakamas. Muling pinagkasumantan ng mga Yes, Pito. Amen. Ano? So kita turungi suara bulan bangga program sekali. So kacanya mengulang kesenai betul dia suka suka. So beri syukur melakukan proses ini.请各会员退场。好，待会退场的，我们可以留下来照相。你的学会还是开会哈。好，现在我们家人哈。哇，欢迎你们都在前面。我家嘛还是都有。